平安，平安。时间已经到吼，咱先来祈祷。听台湾的天父，感谢你的恩典，也阮会当透过科技，伫线顶做伙来组织。阮今仔日也要看出来记第16章，也看见你真奇妙的作为。伫以色列人拄着无水通啉了后，因欠缺食物，你却用一个真无共款的方式来互因会通有肉有饼通食饱，而且养饲因40冬久伫旷野的这个过程的中间。阮要透过安尼，也搁一个来思想你对阮生命的恩典，也恳求主你赏赐你圣神，也阮会当明白，也帮助阮伫查考出来及记的中间，也思考阮伫三个教会目前伫建堂所拄着的代志，阮也有欠缺。阮只有我靠主你，互阮会当更较当心，更较动脚步来对你来行。将今仔日用暗的时间交托伫你的手中，恳求主你甲阮三个彼得，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好，今仔日是出埃及记16章，咱前礼拜讲到15章，15章是伫以色列人摩西带领的通过红海了后，有摩西的俄罗斯，也有摩西的姐姐米利暗的俄罗斯。然后伫15章的后壁面，咱看见着这个以色列人拄着无水通啉的旷野，甚至拄着苦水麻辣的这个因的态度。今仔日咱继续就看见讲，因离开这个伊林的这个水泉了后，所拄着的代志吼，所拄着的代志就是因欠缺食物吼，欠缺食物。这个内底有一寡物件会当互人更较深来思考的部分啦吼。好咱就要来进行16章。开始的时，咱嘛是爱小可来讲一下吼。伫这个中间有讲到一个日子吼，就是咧讲到第一个月吼，第一个月了后的这个过一天啦吼，15号安尼吼。咱会知影讲伫出埃及的这个日子，照伫出埃及记12章第1节到第6节的记载，伊将搬过这个月当做因一年的第一个月啦吼。伫第一个月的第14天，因拄着胎大囝的灾难吼。伫这个第5节、第6节遮，伊讲，因为囝爱留到14号，本个月14号，伫遮开始对初十开始准备，14号才来太阳才来抹门楣，伫遐来度过这个半过节，这是咱看到第一个日子伫这所在吼。伫今仔日所讲的拄好伫迄个因的搁过一个月了后的代志啦吼。所以咱大家知影讲，已经满一个月吼。然后伫第二个月第15天，因来到伫一个叫做新的旷野，这个记载就是开始咧讲到玛纳的代志吼。玛纳是上帝赏赐互以色列人伫出埃及这个中间真特别的一个恩典啦吼。咱知影伫15章无水通啉，拄着苦水，去到伫伊林的水泉了后，因阁拄着即马咧讲的16章所讲的无物件通食。敢真正事实无物件通食？这咱会当做一寡思考啦吼，做一寡思考。大概甲分段吼，
就是第1节到第3节呢是以色列人的埋怨，第4节到12节是讲到上帝应允上帝交代摩西的代志，13节到20节咧讲到玛纳甲盐吞啦那21节到30节咧讲到要扣玛纳的这个规定31节到36节咧讲到救恩的见证，就是讲因咧甲这个玛纳捡起来放伫一个这个甕仔内底安尼好，咱看去以色列人的埋怨以色列人埋怨其实毋是甲伊生疏的代志啦伊改成这是因的专长咧好，经文对第1节开始看以色列人全体对以琳出发伫离开埃及了后的第2个月的15日，来到以琳甲西奈中间的新的旷野所以咱看见着这个时间的问题，甲咱讲就是因离开埃及，就是搬过节了后，大概过1个月的时间，就是第2个月第15天。咱知影搬过节是第1个月第14天所以这拄啊好过1个月啦咱若准去看地图来看对因伫高山地出埃及了后，搁洗番头，搁过红海，搁拄着无水通啉，拄着苦水到以琳，一直到新的旷野遮，这段距离行1个月。第一个问题就走出来要互咱想如果是安尼的速度，事实上因入去到伫迦南地，就算是西奈半岛西规咧搁对这个约旦河的东边来过去伫迦南地嘛，无需要40天啦是安怎40天？这其实有咱要去思考的一寡问题当然伫这个过来接续的出来及记的记载中间，迄个物件就走出来所以先互咱放一个问题，咱知影因若准直直去对这个因住的高山地直直去甲迦南地几礼拜，甚至若讲汉济人较慢的1-2个月就到啊但是因坐落去伫这个西奈半岛连米我的地图互咱看啦伫这西奈半岛这中间。照因这个速度来看，嘛毋免到40年久的时间啦所以咱咧看到这个时间，互咱提供一寡思考会互咱产生一寡问题伊的地点呢是伫这个，咱知影伫西奈半岛是安尼来讲以琳伫这个所在，西奈山伫遮，拄伫这个中间一个新的旷野咱来看地图啦以琳是伫差不多这个咱咧讲这个苏尼的旷野下骹，马拉甲以琳伫遮，以琳差不多西奈半岛用要到一半，落来西奈山伫遮所以因若对遮搁落来到遮，搁互你1个月好啊啦伫这个中间的一半因伫遮1个月安尼你若准安尼说起来，其实毋免1冬啦几个月就会到啊就会到咱看这个所在西奈山伫遮，以琳伫遮，所以因来到伫新的旷野，是伫这个所在，还是伫这个所在，咱无介了解，但是就知影讲伫这段的这个中间。咱若去看现代的地图去遐看这拢沙漠啦。虽然遮看起来有一寡河流这河流拢是迄个大的河，一直到有落雨季的时阵，才有水咧流这拢是沙漠这拢是沙漠。所以咱大概知影讲，遮的情况到底是安怎啦好。所以因拄着无物件通好食的时阵，伊就搁开始埋怨摩西甲亚伦所以咱若对伫出埃及记开始看的时阵，其实以色列人埋怨海产应该是无啥物真意外的代志啦
咱看见15章伫摩西带领的下面，甲米利暗带领的下面，咱咧讲全以色列人，也是佮全部的妇人人，拢来感谢俄勒佮敬拜上帝。但是一拄着困难了后，伊马上佮倒转去，咱讲打回原形啦吼。马上佮开始佮埋怨，开始害惨，伫遐咧怪罪上帝吼。所以摩西就叫上帝就叫摩西来，甲伊讲吼，咱看见伫出埃及第3章的时阵，上帝调摩西，甲讲以色列人受苦害惨，伊拢听着啊，所以就叫伊倒转去埃及带领以色列人。所以伫出埃及记第3章，咱就看着讲因伫遐咧害惨啊，上帝拢已经听着吼。然后当摩西甲亚伦去见法老王了后，法老王受气。叫因做庄啊，无要互因草啊，安怎啊，遮个代志，因又搁害惨，认为讲摩西无应该害因。过来，咱看见因出埃及了后，拄着红海，搁后壁搁有追兵，伊嘛又搁开始埋怨吼，开始埋怨，甚至讲啊真歹听，讲敢讲阮伫埃及是无有众星之地嘛吼，这个部分吼。啊，过红海了后，拄着无水通好啉，拄着水苦，伊嘛又搁埋怨吼，又搁埋怨。咱会当看见因迄个性命，军队上帝埋怨，军队上帝埋怨，一直伫遐咧摇，一直伫遐摇吼。好，啊，即马就是今仔日咱的经文看到因腹肚枵啊，无物件通食，开始埋怨上帝吼。好。经文第3节讲，以色列人甲因讲吼，阮宁可伫埃及地死，伫比死伫上主的手头安尼吼。迄时吼，阮有规鼎的肉吼，会有饼通食甲饱吼。啊，恁甲阮带来到这个旷野吼，是要互阮拢伫遮枵死啊无啦安尼啦吼。所以以色列人的埋怨的内容其实是真特别的吼，我咧讲特别的意思是讲，足夸大啦吼，足夸大。我连咩讲夸饰法吼，讲这是一种文学的写法啦吼。啊，就是讲事实上，因敢真正有规鼎的肉，敢真正有饼食甲饱吼。咱拄则咧回顾的中间，当因惹着埃及王受气了后，含草啊都无，庄啊都爱照做，哪有可能吼遮尔啊自由安尼啦吼？所以因为着要甲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即个代志，甲贬低，咱讲贬低，就是讲到足无价值的吼，你就是要害死阮，所以伊甲即个伫埃及的生活，甲伊扩大吼，甲伊扩大。无影食较好，但是讲啊足好诶吼，用安尼来做一个对比吼，来做安尼吼。伊讲，阮宁可死伫遐啦吼，嘛无爱出来伫遮死无忠心之地。这是第2届讲诶吼，这第2个讲。啊，第1届是过红海，第2届伫遮是讲要伫遮枵死安尼吼，所以因非常诶夸张啦吼，嘿。真超过诶一种诶形容诶方法啦吼，宁可死伫埃及遮诶所在吼。好，规鼎的肉啦吼，原文是2字啦吼，一个是鼎，一个是肉啦吼。是讲咱会当真简单的翻译讲一鼎肉吼，阮伫遐会当食一鼎肉啦吼，规鼎拢肉吼。当然啦，有的人就足爱食肉，我会记迄阵做兵的时阵吼，拄开始咧流行迄叫做蒙古烤肉啦吼。我若带阿兵过去食吼。即届一个人拢食咧7、8盘安尼吼，因着种肉肚诶吼，咱讲肉肚吼，就是伊咧意思就是讲，因有足丰盛诶食物安尼就对啦，毋是干那肉尔，伊佫讲饼吼，即种诶情形，咱咧讲一寡人就是有迄种奴隶性带动啦吼，也是讲真夸张咧表达讲去互埃及管偌好咧吼，安怎，像香港吼，伫最近所发生诶，互咱会通知影，因内底嘛有一寡投降主义诶人，就足夸张咧讲将来偌好安尼吼，但是无影食啦吼。同款诶记载伫民数记21章第5节，咧讲着，毋是干那
即个肉甲饼尔吼。伊佫讲无共款诶吼，伊讲阮会记你伫埃及诶时阵吼，毋免开钱，就有鱼通咧食啦吼，嘛佫有迄落鸡仔吼，佫有丝瓜，啊佫有韭菜，佫有葱，佫有蒜。哦，这佫讲佫较济吼，意思讲因诶生活是足富裕诶就对啦。吼，伊讲现在阮吼已经高达啦，吼。除了即个玛纳以外，阮无物件通好食。含食玛纳，因着感觉讲安尼，安那，感觉无看袂起安尼啦吼。粗茶淡饭安尼吼，所以其实迄是一种真夸张诶对比诶写法。意思讲，阮伫埃及诶生活吼，是安尼真富裕，啊，毋免烦恼食，毋免烦恼穿。啊，你摩西甲阿伦带阮来旷野，啥物货拢无吼，啥物货拢无通好食呢吼，也是讲只有即个神物，来讲玛纳通好食安尼尔尔吼。有即几个问题啦吼，军队上帝诶目的，也是讲宗旨是啥物货啦吼，也是讲信仰追求是为着满足咱家己诶需要吗？还是佫较有其他诶代志吼？马太福音耶稣基督捌讲过吼，恁着爱先求伊诶国甲伊诶义，遮诶物件拢要加互恁。遮诶物件是咧讲啥？就是逐工需要诶食物啦吼。所以耶稣佫讲，毋通为着明仔载来忧愁烦恼，明仔载有明仔载诶烦恼吼，一工诶困难，一工来当就有够吼。这是耶稣伫即个马太福音第6章所教示咱诶吼。啊，这会当互咱来做一寡来思考联想啦吼。过来。另外一个问题吼，我无写伫遮啦，互咱一个问题去思考啦吼。伫新诶旷野，就是16章所记载即个背景，以色列人敢真正无物件通好食？请咱会记伫1个月前，因离开埃及诶高山地吼，埃及诶高山地了后，因有带着足侪物件，有金银甲啥物货，甲衫。这项物件，圣经无解明白写，但是咱知影因有足济，因为因诶前生拢无死。太大囝诶灾难是含前生大囝拢总死吼，但是以色列人诶前生拢无死，所以因有带着真济诶前生，因为因是一个游牧民族，过前生是因诶专长。1个月拢食完啊嘛，吼，咱思考一下吼。为什么有这个问题出来？咱若倒转去思考，我连咪会讲到后壁，会讲到5000人食饱，4000人食饱诶代志啦吼。咱倒转去伫福音书，耶稣饲5000人食饱，4000人食饱，嘛是共款迄个问题，互咱思考。当场诶人敢真正拢无物件通好食？哦，这个问题互咱来思考啦吼。好。当然，伫第30伊讲，阮有饼佫食较饱吼，毋但有肉规鼎尔，佫有饼通好食较饱。饼其实伫原文的意思是面包啦吼，伫面包吼，英语叫做 bread 吼，安尼来会当食较饱安尼啦吼。军队摩西甲摩西讲的上帝来遮无物件通好食，特别枵死吼。这伊是安尼用来做对比安尼啦吼。所以因的埋怨就是讲你要害阮死啦吼。但是伊袂记得讲，当初时因规个以色列人对迦南地煞到伫埃及去住，然后即马430冬了后。做成200-300万人出去，这是因为上帝伫饥荒的中间救着因的祖先雅各甲伊的家族70人，才有今仔日因安尼200-300万人做伙来出埃及。因袂记这项代志啦吼，因实在是讲因着真正嘛毋知影吼，嘛有可能啦吼，但是因毋知影讲，其实上帝是袂互因枵死的啦吼。好，第4节甲第5节吼。上主对摩西讲：“我要对天降落米粮互恁，恁逐个人着逐日着出去捡迄一日的份。我要安尼来试验因，看因有遵行我的命令啊无。到第6日，
因着准备2日的食物，捡平常时的订杯吼。好，咱来看吼天降美牛啦吼。咱若倒转去看迄个15章咧摩西学乐的时阵，伊讲着迄是上帝的战争啦吼，上帝战赢吼，共款。无有美牛，赏赐美牛嘛是上帝的作为啦吼，所以对天降落美牛，互以色列人有几个较重要的意义吼，表示着上帝是供应无欠缺吼。第一个是上帝所赏赐，咱拄则讲15章摩西的学乐中间真清楚是上帝的手，上帝的作为，毋是人的手所做的代志吼。第二个就是讲，上帝有听到啦。以色列人埋怨第1节到第3节，以色列埋怨伫遐嗨惨，上帝有听到啊。嘛因为上帝有听到，所以上帝就应允吼。所以摩西甲以色列人，伫这个所在咧讲，毋是干那埋怨摩西甲亚伦尔定，是咧埋怨上帝，所以上帝听见。这个美牛是对天顶来，对天顶来会当有几个无共款的意思啦吼。对天顶来，第一个意思就是讲上帝所赏赐的吼，对天来吼。第二个就是真正对天来的啦，就是讲你看后壁所记载，烟吞就是对天飞落来吼。这个有这个玛纳吼，有这个玛纳嘛是对天落来吼。迄个玛纳安怎来吼？这有足趣味的讲法啦，就是讲烟囱大来，你知影有足侪种子咧，野种子是拢鸟仔咧用的啦吼。所以鸟仔有可能伊会炸来真侪无共款的种子吼，足有可能。来看满的烟囱，是毋是伊有可能身躯顶有炸来迄个物件，还是讲上帝用甚物款其他方法炸来到底玛纳是啥物？我会当互咱一寡图片去看吼。大概小可了解一下圣经安怎形容啦吼。好，咱对福音书讲到耶稣养饲5000人食饱，4000人食饱的事件，咱讲5000人是针对以色列人，因为剩12人；4000人食饱是针对外邦人，因为剩7人，代表迄个时阵也是讲约书亚时代咧讲的外邦7个国家吼。所以救恩是这个上帝要互以色列人，嘛是要互外邦人的吼。虽然耶稣甲彼得甲门徒讲，恁互因食饱恁养饲因，但是咱知影，当耶稣摕到物件了后，第一个是上帝来祝谢，然后擘开，所以这是对天顶来的恩典啦吼。再来，咱看美牛原文是面包，咱拄则讲过啊。好，这是一个考验啦吼。上帝爱以色列人每一工去叫迄一工所需要的。咱倒转来伫主祷文，主祷文耶稣教是咱的祈祷中间，讲赐阮每一工需要的饮食吼。英语翻译讲 Give us our daily bread 吼。阮每一工需要面包，你拢赏赐互阮。这个想法毋是耶稣家己这个教示，伫旧约的传统内底就已经拢产生啦吼。所以面包吼，用面包来赏赐，来祈祷，来得到吼，每一工吼，每一工。那倒转来拄则耶稣伫马太福音第6章33节、34节所讲的，咱都要先求伊的国甲伊的义，遮一切的物件，一切物件咧讲啥？你逐工的需要，上帝都拢为着你备办好势吼。好，这个上帝要试验，所以规定因每一工爱捡，每一工爱捡，佮捡迄一工需要的量，袂当捡济捡少。嘛当然袂使啊，因为你爱食物件嘛吼。所以当因无的时阵，因会嗨惨；当因有的时阵，是毋是因会抢？因为惊明仔载无吼。所以伫即个中间，因是毋是愿意顺服上帝？我有够囝就好啊，莫伫遐抢食抢捡，还是偷藏吼。咱若准看足侪迄种
影片啦吼，迄影片咧讲吼，你若去请人客啦，时阵也是讲伫迄个迄个 buffet 吼咧食物件吼，有某一国诶人吼，物件来得抢了了安尼吼，即个是上帝要考验以色列人诶吼，所以伫迄个所在要甲因试验吼，要甲因试验，是毋是因会听？你毋知影无扣超过是一种疼人诶行为，吼。我去讲一摆啦吼，你有照家己诶量扣，无扣超过是疼别人诶行为。应该咱安尼讲吼，当你扣超过诶量，第一个你食袂落，别人会安那减物件人扣，所以咱会当照着上帝予咱诶分额，扣家己需要诶分额，著是疼别人诶行为，吼。亲像十条界咧讲讲，你袂当人偷摕，偷摕著是疼人嘛，吼。你袂当甲人杀人，你嘛是疼人，吼。虽然伊有迄种无共款诶较负面诶讲法，但是基本上较积极讲诶，著是你伫咧疼人，吼。所以咱讲十条界尾啊下6条是咧讲着疼人诶行为，吼。好，第60到第8节，摩西亚伦对以色列人众人讲，头前是上帝交代啊，吼。这第60节开始是摩西开始对以色列人讲，今暝恁就会知，带恁出埃及的是上主，吼。明仔载早起会看见上帝的荣耀，因为上主有听到恁对伊的怨言。后壁即句足重要，怨算什么？恁竟然埋怨，吼。第8节，摩西佮讲，上主会互恁暗时有肉通食，早起时有米粮通食甲饱，因为恁对上主的怨言，伊拢有听到。怨算啥？恁毋是埋怨，是伫埋怨上帝。所以第7节、第8节，摩西拢强调啦，吼，拢是咧强调。我要互咱注意看第7节。第60甲第7节所讲诶啦，吼，伊讲今暝恁就会知，带恁出来是上主。第7节讲明仔载早起，恁就会看见上帝的荣耀。第8节伊讲着讲，恁会安那暗暝有肉通食，早起时有米粮，这讲着吗哪，吼，这咧讲着盐吞，吼，好。咱连面搁来看吼，所以今暝就知上帝想事，互以色列人食物是安那发生伫暗时？为什么？圣经记载讲，因伫早起捡即个吗哪吼，事实上是沙漠中间露水是暗时发生的吼。咱讲辐射冷却了后，水汽开始起来，开始下降吼，所以。沙漠中间每一工固定的水的资源咯，吼，咱注意甲看吼，水的资源，我等下用几张相片互咱来看吼。阮住迄个南加州，其实甲犹太地的即个天气地形地质足共啦吼，大概互咱知影讲，这水是非常重要啦吼。好，但是拄则佮咱讲暗时要捡盐吞啦吼。是安怎暗时捡盐吞？一般的鸟仔日时咧振动，暗时咧困，所以无啥会振动，吼。因会当安尼好简单来捡啦吼。好，恁就会知讲带恁出埃及的是上帝啦吼。咱会感觉足奇怪，是安怎到遮搁咧讲恁才会知？带恁出埃及的是上帝，其实是要提醒因伫整个上帝带领因出埃及，无论是10个灾难，也是过红海的恩典共款。上帝是行奇事的上帝，毋是干那伫埃及咧行奇事尔，毋是过红海行奇事，一路上帝拢甲因三脚伫地，伫无可能的中间，上帝是迄个可能性吼。伫绝路的中间，上帝是因唯一的望啦吼。所以，恁明仔载就会看见上帝阳光，是安怎上帝荣耀？因为伫即个旷野，基本上是无物件通好食的所在，无水，嘛无食物，吼，嘛无食物咯吼，无法度种足大丛的物件，除非你去到亲像伊林的即个水泉的时阵，才有可能的吼。
所以上帝荣耀意思是讲啊，因会看到上帝的大作为啦，因咧话讲无物件通食，但是事实上因一早起起来就会当看到，会当看到。好，透过烟吞，透过玛纳所展现的，好，再来讲上帝听到啦，恁的嗨嗨惨，恁的埋怨，上帝拢听到，因为伊是无所不在的上帝，这句我再去解互咱，伊讲阮算甚物啦，恁竟然埋怨我。第8节就搁较冲刺咧讲，恁毋是埋怨我，是埋怨上主，有米粮通好食甲饱，上帝要赏赐有因米粮食较饱，意思是讲上帝的供应是充足的、无限的，互因会当有饱足，毋是讲点一个就好啊，毋是是互因会当食较饱，好。第9节到第10节，摩西对阿伦讲啦，你着叫以色列人全体会众来到上主的面前，因为伊已经听到恁的怨言。阿伦对以色列全体会众讲话时阵，因看见旷野有上帝的阳光伫云中现现。这是头前摩西所咧讲的。伫明仔载早起，恁就会看见上帝的阳光，上帝亲自出现，透过伊所赏赐的烟吞，透过伊所赏赐的玛纳，上帝伫遐表达伊是以马内利的上帝。好，所以上帝交代摩西，摩西交代阿伦，阿伦就去召集这所有以色列人聚集伫上帝面头前，因为上帝已经听到啊，所以阿伦咧以色列人讲话的时阵，咧宣告上帝所讲的，上帝的应允，上帝就是出现伫旷野。这个甲咱讲一个真重要的代志，上帝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上帝，毋是人嘴所咧讲的迄个传说中间的上帝尔。上帝事实上是存在，并且赏赐伊的恩典保守，伊嘛亲自甲遐需要的人同在，所以咱看，伊讲上帝阳光要出现，咱知上帝阳光伫出来记的记载中间，你是用云条，暗是用火条，伊既然是讲早起，就是云条，所以云条代表上帝同在。云彩嘛，代表上帝亲自会临在。咱若有机会，搁去编迄个历代志下11章，第4章11节到14节，迄个经文咧讲到圣殿的献殿的代志，上帝的云彩充满伫圣殿内底，第4章、第5章，咱去看到这个记载，好，11节到12节。上主对摩西讲：“我已经听见以色列人的怨言，你着甲因讲，到黄昏，恁要有肉通食，早起是有米粮通食甲饱，安尼恁就知我是上主，恁的上帝。”搁强调一摆啦，所以要对暗暝有肉通食，食到早起，也是讲咱用咱习惯的讲法，对早起食到暗时，就是讲规工食饱饱啦，嘿。规工食甲饱饱安尼上帝已经听到搁一摆强调，已经听到以色列人的怨言因的埋怨所以赏赐米粮互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的埋怨，虽然咧讲埋怨摩西亚伦，但是因伫这总是埋怨的中间，其实是咧埋怨上帝。摩西你所讲的上帝要带阮出来。出埃及要去到伫应允的所在，却互阮拄着红海啦，拄着无水啦，即马佫拄着无物件通食，所以因就是埋怨，就是咧埋怨迄个上帝伫后壁迄个上帝啦，所以伫即个所在，咱看见讲上帝再度应允，上帝赏赐对黄昏有烟吞通食，早起有玛纳通好食。如果咱有机会去坐迄个游轮啦，游轮较大型的游轮伫船顶伊会供应迄个食物是咱讲 buffet 是24小时的啦我著看到这个经文著想讲上帝供应嘛是安尼对暗暝甲早起甲日时拢有通好食安尼这是 all you can eat，毋是24小时尔，佫40档
搁40冬。好，暗头有烟吞飞来，看满规个营地吼。暗头咧讲暗时嘛吼，你知影鸟仔一般吼拢会暗时来休困啦吼。嘿可能我连工会当用阮兜的鸡仔互咱看吼。我伫美国较早有饲鸡仔吼，暗时鸡仔伊就是会去觅伫迄个较悬的所在。吼，伊会休困，秘伫咧较悬诶所在，鸟仔嘛是即个习惯啦吼，伊会秘伫较悬诶所在，来避免路上遮诶动物野兽来甲因食吼，所以因会休困，会休困。烟吞听讲是一种候鸟啦吼，为什么即个时阵会飞来吼？咱毋知影吼。那照圣经来讲吼。照讲嘛是烟吞食40冬呢，圣经无安尼写尔定啦吼。但是你若讲暗时拢有肉通食，日时拢有饼，吼。圣经敢若有讲，即个玛纳上帝互因食40冬，但是我认为即个烟吞嘛是安尼啦吼，嘛是安尼吼。好，所以这有一个对比伫咧啦吼。以色列人诶怨言诶中间讲，阮伫埃及有规鼎诶肉，上帝诶烟吞诶肉是互因满营地，倒一个较济？这是一个对比吼。上帝恩典是超过人所想象诶吼。上帝所赏赐迄个肉，烟吞家己飞来，满营地啦，毋是满鼎尔吼。这是足大诶对比啦吼。好，营地咱拄则讲啊吼，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对比，咧表达上帝诶能力甲恩典吼。好，13节咧第后壁面开始写讲，透早营地四围有一定露水，露水打去，因就看见旷野诶地面有细细圆圆诶物，幼幼亲像霜。以色列人看到，毋知是甚物物件，上讲来讲去讲，这是啥物？摩西甲因讲，这就是上帝互恁食诶绵牛吼。这是13节到15节啦吼。露水伫沙漠中间非常欠水啦吼，所以叫做沙漠嘛吼。但是露水会通讲是唯一每一工吼唯一诶水源啦吼。咱讲除了绿洲之外吼，但是即个所在露水佫带来一个物件，即个物件是以色列人从来捌看过。等露水拢打去了后，伊才出现。吼，民数记11章会记载讲，暝间暗暝的露水降伫营中，玛纳嘛对伫降落来，嘛对伫降落来。好，我互咱来看即个加州吼，阮伫南加州吼，加州诶组花叫做罂粟花啦吼。你可能看讲这毒品吼，其实即个罂粟花是佫无法度做毒品吼。罂粟花是足细吼。咱一般看诶迄个会当做毒品诶，也是讲做麻醉剂诶，是遮尔大蕊。伫阮南加州是遮细蕊吼。咱互咱看见啦吼。好，即个影片咱看一下吼。这是我伫高速公路，伫春天诶时阵，高速公路，咱看即个顶悬遮吼，种野花哦吼。好，互咱看。规山壁拢是你看两只，这是高速公路顶上面拢是野花。这野花水是安怎来？无人压水，无人压水。你看规山壁拢是哦，好。来，好。你看遮远远诶山嘛是拢共款，这是一个社区啦吼，一个新诶社区。这山这拢是吼。好，这就是野花家己生啦，无人去甲压水，无人去甲种造，但是伊就是时间到，伊就会大丛起来，然后就开花吼，规山坪。等伊打去诶时阵会安怎？大概是5、6月啊，伊开始死去，打去。热天诶时阵，温度伤悬，所以若每一冬你都会看到
加州，也是讲美国足侪所在，就开始发生咱讲野火，我无叫森林大火，因为这不是森林野火就开始烧起来。你若有看见古早迄种迄个西部电影，有当时迄个像讲《荒野大镖客》，你有看到迄个山雾风咧吹诶时阵，有迄个干草伫遐咧割咧燃火有无？迄就是即种草这是即种草当伊死去打去了后，根就去互挽起来，风一个吹，伊就伫遐咧割，迄是热天诶时阵好。即种是这拢是总是野花野草咱即马看到这感仔色诶这是规个山坪、规个山谷。伫南加州也有几个山坪，伫北加州有足水诶罂粟花诶赏花地点啦这是我伫2017年甲牧师长第一届去看即个花感觉嘛真感动啦会当去思考着讲圣经伫写迄个以色列诶土地迄种咱咧讲诶大色甲迄个花透过露水会当生长甲安尼是足无简单这个罂粟花无介大蕊大概差不亲像安尼尔定无介大蕊所以伊无还阁达到讲会当做麻醉剂甲毒品诶迄个物件啦这规山坪诶毋是安尼尔，规山坪诶也有白色诶，也有即个感仔色诶安尼好。过来伫诗篇23篇咧讲着好伫即个草埔点管对无？伫通安歇诶水边带我到伫即个青草地伫草埔。咱对西方诶画家通常看到讲画家安尼绿油油的一片，但是事实上伫犹太地无有即种绿油油的一片啦除非拄则我咧讲即个春天有可能有可能，以外通常诶时间拢亲像安尼，啦无介济物件通好，嘛无大丛树我想慧玲应该足清楚了解，伊住伫 Arizona 嘛是沙漠地区大概是安尼诶一个景况你看饲羊，因嘛无介济青草呢，你注意甲看无呢，因着哪行哪慢慢伫迄个石头边捡一寡草仔油伫遐咧食安尼好。上帝伫因无法度物件通好食诶时阵，赏赐因一个玛纳玛纳玛纳伫原文诶意思是讲啥希伯来文我有查到一个资料，就是讲埃及人一个真共款诶字伊玛纳伊咧讲是食物啦是毋是即两个物件是共一个意思？伊讲这是啥物食物咱毋知影，但是照原文的意思是，因咧讲因毋捌这啥物件，所以因就讲用希伯来文讲这是啥？然后即个玛纳的音就成做即个食物的名啦到底迄是啥物物件？我念伊伫后壁佫放一个图互咱来看啦照规定16节到20节，上帝吩咐因着爱叫逐人会当食的分量，一个人2公升啦照家内的人数去捡。以色列人照安尼去做，有诶捡济，有诶捡少。到时用去牛羊诶时，捡济嘛无剩，捡少诶嘛无欠。逐人拢照因食诶分量去捡。摩西甲因讲，毋通将剩诶留甲伫较早起。毋过有人毋听摩西诶话你甲看，这就是上帝咧讲诶考验啦将剩诶留甲较早起，就生虫臭去。摩西就对因受气啦每一人诶分量，其实若照讲，每一人分量拢无共款嘛有人食济，有人食少安尼是照需要，毋是照着满足我诶想要爱这是互咱思考诶原文诶意思，这个俄梅尔照讲是大概2.2公升毋是2公升新的翻译是都直接甲伊45入去2公升那一般来讲是2.2公升啦
这应该是讲一个平均值的一个概念吼，所以伊讲捡济嘛无剩，捡少嘛无欠啦吼。所以意思就是讲，其实上帝是照因所需要的赏赐互因，吼，照因所需要的赏赐互因，伊叫因照厝内人会偌济吼。所以上帝爱因莫贪心啦吼，有诶人可能能力不足，所以欠较少啊，但是量起来嘛无欠的吼。所以18节就讲真清楚，用器具咧量的时阵，捡济嘛无剩，捡少嘛无欠吼。上帝是照安尼来赏赐每一个人的需要，互因补足，袂当留过暝吼。啊，是毋是因为天气的关系，咱毋知，因为咱无法度真肯定，因为到第6日会当囥过暝，吼，这是足奇怪、足特别的人吼，所以照上帝的规定，就袂当囥过暝，啊，上帝允准的，就会当囥过暝吼，啊嘛咧，互咱看见讲，这是上帝的作为啦吼，有诶人就是会讲，反正上帝无看着啦，啊无人知影，我着加客挂，啊我会藏咧落地啊吼，还是藏咧倒位啊吼，啊明仔载来食，还是讲我会当食宵夜安尼吼，有迄种诶心态吼，迄种心态，但是事实上因袂当安尼啦吼。21节讲，逐早起照逐人会食诶分量去捡，日头一日出，遮诶粮食就销洋去吼。马若无捡，拄着日头来照，就无去啊。意思就是讲，你若捡这嘛无效，也是讲你无伫迄个照时间来去捡的人，迄一工你就捡无马若啦吼。所以毋但是分量爱照规定，含捡的时间你嘛着爱照规定迄个限制去做安尼吼。啊，所以伫遮咱会看见讲，这是一个试验，一个考验。22节到23节，到第6日，因捡丁辈的份，逐个人捡4公升，全会众的领袖将这个事甲摩西报告。摩西甲因讲，上主安尼讲，明仔载是安息的日子，是上主性的安息日，恁爱夯起来吼。今仔日的先夯起来，爱煮的就今仔日煮起来。剩的就守地留甲过早起，所以互咱来思考就是这个头前讲你囥过暝就会歹去的生虫，但是伫即个时阵却会当囥甲过暝吼。因就照摩西吩咐，甲剩的食物留甲伫过早起，这个食物无臭气嘛无生虫。摩西佮讲，恁今仔日就食正的。因为今仔日个是上主的安息日，今仔日恁伫野地找无米粮，6日恁通去捡，第7日是安息日，7日恁无食物通捡，第7日有人出去捡，着找拢无吼。好，要解说进前吼，咱先来问一个问题啦，吼，安息日是当时开始规定的10条诫嘛吼，10条诫是第一诫的10条诫伫什么时阵？伫圣经的倒位记载？伫出埃及记20章。所以咱一般伫传统上咧讲安息日的规定，是对伫10条诫的规定了后才开始的一个传统。但是正有甲咱讲毋是哦，正有甲咱讲毋是哦吼。伫16章已经讲到安息日啦，安息日袂当做代志，所以因伫第6日就已经捡起来啊。所以我先互咱厘清这个概念吼。过去咱咧讲安息日是对10条诫开始，就是出来埃及记20章开始讲的，事实上毋是哦吼。我连面甲咱解说啦吼。28节讲，上主对摩西讲，恁毋肯遵守我的命令甲教示，要到当时啦吼，恁着知上主已经将安息日赏赐互恁，所以6日伊互恁2日的米粮，第7日逐个人着踮伫家己的所在，毋通出去，人民就伫第7日安息，守安息日咯吼。好，安息日要安怎？袂当做代志啊。所以上帝先准备互因啊，
因着爱准备过安息日，这是守安息日的概念啦吼。所以伫这个所在，咱讲伊来捡2工的分量，啊，每一个人捡4公升，吼，啊，有几项代志咱来思考啦吼。安息日的概念，规定对倒位开始？啊，咱一般来讲是对20章开始的吼，但是事实上16章遮就已经真清楚讲着守安息日的概念吼。来，为什么？你若准去看迄个出来记20章的经文，伫第11节的时阵，伊安尼写：因为6日之内，耶和华创造天地海甲其中的万物，第7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赏赐福互安息日，定做圣日。所以安息日的概念，毋是对伫10条诫开始，是对伫创造开始。吼，咱来转变迄个传统的想法咯。上帝伫创造的中间，第7日休困，这已经是安息概念的开始啊。所以伫摩西咧写创世纪的时阵，守安息日的概念就已经伫遐。哦，啊，只不过是伫10条诫时，搁较清楚，甲伊变做一个条文安尼。哦，我想互咱小可了解一下安尼啦吼。有诶，有诶学家因讲吼，即个玛纳是一个自然诶现象啦吼。吼，但是这第6日通好捡2日，第7日无物件通好捡，就判除即种自然现象说啦。你若讲照讲自然现象，就是因为即个所在的地点、即个所在的天气的关系，所以迄个玛纳吼本来就伫遐啦，吼，本来就伫遐啦吼。啊，但是问题是安尼啦，每一工拢有通啊捡，但是第7工无通啊捡，啊，这你无法度解释，你用自然现象无法度解释啦吼，这是上帝的作为吼。上帝借着安尼咧试验以色列人，看因会当遵守诫命啊无。礼拜日牧师会讲道中间，伊去提到即个部分啦吼，训练因来成做一个守诫命、遵守规范的军队，这是足重要的代志。过来食品安全啦吼，就是讲你袂当偷藏起来啦吼。啊，咱用搁来讲题外话啦吼，人讲冰箱的发明是要互咱人会当食一寡较物件会当放啊新鲜，莫去互歹去嘛吼。但是你即摆看足侪人因兜的冰箱放的冰的物件拢是安那冰伤过济，啊甚至有诶一寡过期的吼，等到食迄个无新鲜的物件啦吼。好，咱去来看吼，上帝叫因着爱煮起来、烘起来，过来袂当放过工，因为过工你着会臭气、会生虫。吼，这是一个食品安全的概念吼。上帝伫迄个所在就已经甲因讲，民数记11章佫提供咱无共款的讲法。下骹是11章的经文吼，这是和合本的经文，讲百姓周围行走，把玛拿收起来，用磨推，就是爱甲硬油啦吼，用就捣哈，煮在锅中，又成为饼，滋味好像新油。夜间露水降在营中，玛拿也随着降下来哈。好，对漏水来哈。好，过来第7工捡无嘛吼，拄则咧讲这破除迄种自然现象说的一种讲法啦吼。所以这咱知影有的人伊家己有一寡理论讲法，但是咱照圣经的记载，咱就知影其实因所讲的立场是值得怀疑的啦吼。好，第7工安息日要创啥？安息日讲伫厝里袂当出去，啊，你若是出去吼，就表示你要去找物件食啦吼，所以这是一个概念。第2个概念就好若亲像搬过节共款，上帝爱因伫厝内得到保守，莫出去来过安息日吼，来静静伫厝里吼。好，31节，以色列人将即个物叫做玛纳，伊亲像盐水的籽，色伫白色的，滋味亲像参蜜的薄饼吼。伫出来记比讲参蜜咯吼。好，摩西讲上主安尼吩咐，
着放2公升甜甜的玛纳，留互咧后代，互因看我带恁出埃及的时，伫旷野互恁食的粮。摩西甲阿伦讲：你摕一个翁仔，缀2公升甜甜的玛纳，放伫上主的面前，留互咱的后代。阿伦照上帝吩咐摩西的话，将玛纳留地做见证。以色列食玛纳拢总40年久，一直到因伫有人住的所在，就是讲进入迦南地吼。因食玛纳一直因来到迦南地的边界。当时量物件的标准单位是20公升啦吼。好，玛纳这是第一解咧描写讲遮尔斟酌咧描写吼，伊幼幼的，亲像盐水的籽吼。这嘛毋对吼。咧讲到白色的圆圆的物件，好，盐水的籽是安尼啦吼。无叔最爱食迄个盐水啦吼。伫美国盐水足贵的吼，所以我有当时就会去迄个市场买有斤的，转来家己搁静静了收籽吼。足简单收啦吼，足简单收吼。收下了就会当搁继续种安尼啦吼。这伫沙漠中间不哩好种吼，不哩好种吼。生起来好那亲像这吼，好。伊俄梅尔吼，咱拄则甲咱讲呢，2.2公升啦吼。现今新华药就甲你写2公升安尼吼，大概那个量安尼啦吼。好，因就收逐个人每一工的分量收起来，做这个纪念安尼吼。好，民数记11章的形容是讲呐，亲像盐水，嘛亲像珍珠，因白白圆圆吼。伫迄所在吼，来讲吼，做上帝施恩祝福的纪念啦吼。所以呢，咱伫新的礼拜2的建筑内底，咱有设计着历史式，这非常重要。吼，咱着爱纪念上帝过去的恩典，留一寡过去的物件来做历史的纪念，会当继续来讲故事。上帝伫300教会，即马148章，将来150章，继续一直讲落去吼。这就是伫今仔日咱所看到的经文嘛是安尼，上帝安尼交代啦吼。好，玛纳食40担，约书亚记第5章12节讲，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第2日玛拿就止住了。虽然这无写40担，但是咱知影因伫旷野第40担进入伫迦南地，所以那一年他们就吃了迦南地的出产，不再有玛拿第40担吼。好。这就是咱看到因伫这个领后所拄着的这个代志安尼啦吼。好，以上有人有要分享，还是要问无？喂，我说，是，我说，嘿，我说我想要问一个问题，嘿，就是以色列人啊，因要去旷野，然后要去迦南地，因要去的时阵，因是毋是会无想着讲会行40年安尼？是，嘿，嘿，若是总共有几十万的人，因若是要去旷野，应该会准备一寡食的物件，还是一寡生活用的物件。嘿，因是毋是会饲一寡羊仔？嘿，饲一寡会使食的迄落的动物安尼，会带即寡物件，即个物件出去。哦，搁有一个问题就是上帝互因食鹌鹑甲麻辣食40年，嘿，是安尼食40年，因敢袂感觉讲40年总食遮的物件，袂感觉讲就是会食到足神的安尼，还是讲因就是因不只是有遮的物件通食，阁有其他的物件安尼，以上。好，
这问题真好啦吼。咱知影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阵，第一个是用导弹的方式去互赶出去，所以因未赴准备物件，这是事实。但是呢，事实上，摩西已经有甲因预告，也是讲因身躯边本地的拢有饲精声，拢有饲精声。因本地就是饲羊的民族，所以因为饲羊的民族，430年前法老王才甲因安排伫高山地，因为迄个所在是因专门咧饲精生的所在，咱咧讲是边陲地带啦，伫边陲地带。虽然讲迄个土地真肥，但是事实上迄是一个烂土，埃及人无啥爱去的所在。所以这是基本上是因的生活，因本身就拢会早着遮个精生去行，甚至因会有犁仔，因为犁仔是因的载重的货车，因的工具所以因一定有载物件伫身躯边，有够通食无？我拄则开始的时阵，我就已经问啊啦耶稣饲5000人食饱。迄个故事咱较清楚，我就用迄个做说明啦什么人摕物件出来？一个囡仔对无？一个囡仔摕5块饼2尾鱼。好，我问第二个问题：囡仔敢家己会对耶稣去行旷野、行介久，还是讲行几若工无通啊食？袂嘛？什么人介伊去？应该是伊的老母，通常是老母，囡仔是老母咧顾。好，我问啦即个老母甲囡仔出去，囡仔身躯顶有物件，伊的老母敢会准备？会无？会哦好，这是我要问的问题啦倒转来伫出来及的即个中间啦咱去倒转来高中长老咧问的问题。因真正无物件通啊食吗？因绝对有羊啦，面粉我毋敢讲啦但是因绝对有羊因有羊，无通好食这当然是一种对现状不满的一种讲法啦好，过来第二个，你拄则的问题是讲因毋知影要行40冬毋知要行40冬，但是我拄则讲伫今仔日的圣经一开始甲咱讲，是因出埃及的第2个月的15号，所以因才行1个月尔，物件可能嘛无食较紧，所以因的身躯边真有可能还佫有物件通好食啦，但是因就是无满足，所以因伫遐海餐。你拄则佫问一个问题，讲食40冬拢食共款的物件会瘦无？真有可能啦若我嘛会瘦啦但是不过就是讲你伫沙漠旷野，你若感觉讲我都无物件通好食，你嘛着爱食，你嘛着爱食。有我拄则你若有机会转去看《民数记》11章，11章就咧讲着因的心态。阮伫埃及有规鼎的肉，有饼食甲饱，你是安怎互阮来遮敢若食玛纳尔定？所以因有咧羡啦，有啦，有咧感觉无聊啦敢若要食玛纳，叫阮食40冬其实因有即种的心态出来啦。但是当你真正无通好食的时阵，穆斯林迄阵伫维也纳咧读册的时阵，伊嘛伫战争结束的纪念日的时阵，迄个奥地利人因迄一天拢会食一种野生的菇菜，足歹食的，足苦的，小可亲像咱咧咱咧讲啥物啥物物啊？大陆妹迄种菜有老冷后小可苦苦安尼，伊个佫较苦奥地利迄个野生的韭菜佫较苦，但是因每一年拢会食一摆，因为啥呐？因为当初是纳粹控制整个的欧洲，控制奥地利的时阵，物件拢管制，军方食第一个，所以民间无啥物物资通好食，
因只有去野地伫树林下骹去挽即个苦的韭菜、野生的韭菜过生活，逐工食。当然毋是40吨啦伫迄个战争的中间，奥地利互纳粹统治嘛几冬久尔无遐久啦不过就是讲，我用即个例咧讲的意思，就是讲，当你无通好食的时阵，你嘛无啥物通好拣啊，嘛无啥物通好拣，你有可能感觉真厌啦不过就是讲，这就是现状嘛上帝互因安尼，嘛有肉嘛有即个咱讲饼啦可能互因代替面粉啦，因为面粉无法度炸遐济嘛。因阁一直咧往前行，毋是留落来伫遐静坐啊，因无法度等啦所以用安尼方式，你若看民数记，伊就是甲伊讲安那，甲硬做粉，甲煮诶，甲当做面粉咧食安尼甲做饼安尼好，安尼毋知有回答你诶问题啊无？我说咧，我有清楚啊。好，我我有一个想法啦，嘿，我小讲一下，好，就是咱的上帝，伊是一个互咱丰富的上帝，嘿，就是互咱总食会饱的上帝。是，但是就是咱伫即久咱看全球啊，嗯其实咱是足富裕的，逐个总食有饱。嗯但是全球其实阁足侪人伊总食袂饱，然后阁甚至足侪人总枵死。嗯，嘿，对，嘿，对啊，这就是嘿，安摄着伊圣嘿，经出来直直咧讲迄个试验啦。嗯，因为战争、因为政治的关系，互遐人无通食，毋是因为自然的关系，因无通食。所以嗯，即马西方世界咧做一项代志叫做war food，就是讲其他有粮食有剩的国家，郭董长若可能你要甲你的麦克风关起来。哦好，就是讲，即马西方的世界，就是咧做一寡粮食有剩，也是讲因会去收集一寡粮食，然后送互遐一寡无通好食比如讲，阮伫美国南加州遮有阮牧民捌转来分享啦迄间教会因伫一年有每一季下一届，就是用教会去租一台货柜转来。然后因就开始去互捐献食物用品，然后就甲规个货柜装甲满，因就交互即种世界儿童组织将遮个物件送去甲你拄则咧讲无通好食的即个国家，互遐个囡仔就是讲，咱看见讲上帝嘛是咧考验现代人，咱有贪心啊无啦伫政治顶悬，咱会看着贪心有诶是想要搁较富有，要控制人民，互人民要是嘛不在意安尼像咱最近咱国内是政治顶悬嘛有风波啊，某一个党的党主席身躯边有几若千万几亿的安尼，但是伊遐钱拢是对人民安尼一点一点捐献出来，但是伊也无咧注意啊，伊买厝买几千万的，伊也无咧目头咧迄落所以咱会当看伊讲迄种贪心，就是上帝咧甲咱试验，嘛咧甲咱提醒，就是讲咱要爱安怎无去偷摕别人。拄则咧讲的讲，咱若叫加扣，就是去侵占着别人的份额嘛。咱咧讲的全世界妖恶的所在，特别是非洲。非洲，你注意甲看，其实拢是因为战争甲政治的关系，他们不是没有东西可以吃啊。南美洲咧嘛是共款啊。南美洲伫迄个解放神学的鼓动的之下，纷纷的独立，有较好无？无影较好呢。因即马家己人统治了，迄个政治拢甲黑道甲毒品结连做伙。人民咧善意无咧插毋是因为因无通好食呢，
你像讲阿根廷的经济足歹对无？经济崩盘，但是事实上因的自然的产物是足丰富的呢。所以我讲这个问题拢其实是人为啦、政治啦、贪心啦。这当然，这对咱来讲是一个提醒啦，就倒转来出来记上帝讲我要甲恁试验，安尼。谢谢牧师。没，谢谢。好，若无咱是毋是请慧玲带咱祈祷？好，今天不好意思没有参加全部，那我就用一个祝福的祷告，然后谢谢。好，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机会，每个礼拜五都能够透过在圣经这边的研读，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主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真的常常会有许多的迷惘的地方，有许多的问题的地方，但谢谢你常常透过圣经的话语提醒我们该注意的事。感谢你让我们大家彼此能够透过这样的研读，也透过牧师给我们的教导，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在古代到现在，你的话语永不改变，你的话语永远就是我们常可以提醒我们的，可以跨越时空的来告诉我们你的道理，对吧？求你祝福我们在以后的生活里面，常常的在生活当中，能够常常思想你的话语，也将这样的读经跟祷告的一个应该是每天应该要达成这个灵修的这样的一个纪律，能够常常的提醒我们，也放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谢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时间，也求你保守我们在线上一起参与讨论、学习的我们的弟兄姐妹，是吧？也谢谢牧师给予我们这样的时间。我们将一切的赞美跟祷告跟感谢都给到你。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阿门。谢谢，好，大家晚安。晚安。晚安。